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做伙读圣经。这个单元我是代班的主持信息。今日想讲要带大家做伙来谈幸福。咱大家拢真希望有幸福的人生，但是咱嘛知影，事实上人生无永远拢是遐尔顺利。有时难免会拄到一寡不如意的事。那当然拄到的时阵，有时论一下都过去了。但有时阵艰苦的代志，若拢未讲解决，这个时阵咱就真希望有人会当来帮助咱，紧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若像有人破病真久了，拢治袂好，就真希望看有啥物药会当食落就好起来。有人拄着囡仔一直咧应喙应舌，就嘛若像愈来愈无听话，这个时阵嘛真希望有一寡方法会当互咱囡仔会当较乖咧。有的人是姑且的感情愈来愈淡薄了，有时佫愈来愈定咧冤家，或者是有人工作拄着困难，感觉若像一直愈来愈无法度解决问题，这个时阵要安怎办呢？这个时阵信息就去想到较早拄到一寡问题，感谢主，靠着祈祷，就拢会当来解决。所以今日信息要甲大家做伙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要借着这段经节，甲大家来分享，当咱幸福的滋味失去的时阵，咱会当安怎来处理，会当来得到解决。咱即马就做伙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第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伫遐，耶稣甲伊的门徒嘛被请去赴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伊讲：“因无酒了。”耶稣讲：“母亲，我甲你有啥物相干？我的时候还未到。”伊的母亲就对佣人讲：“伊甲恁讲啥，恁就做啥。”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伫咧遐，每一口会当滴2-3桶水。耶稣就对佣人讲：“将缸倒满了水。”因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阁讲：“即摆会当养出来，送互管宴席的。”因就送去了。迄个管宴席的担了迄个水变出来的酒，并毋知影讲迄是对地来，只有养水的佣人知影。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伊讲：“人拢是先摆上好酒，等人客啉足了，才摆上普通的。你颠倒将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头一件神迹，是加利利的迦纳所行的，显出伊的荣耀来。伊的门徒就信了伊。亲爱的朋友，咱拄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就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届的神迹。这个神迹发生在大概2000年前，在咧以色列这个所在有一个庄卡，叫做迦纳。迄个所在有一场的婚礼，当时的婚礼所举行的时间毋若有一天，因为交通无方便，通讯嘛无发达，所以一般来讲，贵宾拢会第一天来，所以爱摆上上好的酒。其他的朋友会陆陆续续来到这个宴席，但是不管安怎，拢爱互人的酒啉了满意。但是这场婚礼出现一件问题咯，就是因的酒用尽了，但是婚礼还未结束咧这个时阵
新郎看起来拢完全毋知影发生代志咯。但是伊真幸运，因为有一位真体贴的人，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伊时常会去关心人的需要，伊竟然发现了讲，哎呀，因的酒无够咯，安尼要哪办呢？这实在一件足闹气的代志啊！伊这个时阵，耶稣的母亲，伊就甲耶稣讲，伊知影耶稣是天地的主宰，虽然这个身份即嘛是伊的囝，但是伊嘛尊重伊是一个天地的真神。伊就甲主耶稣讲伊无酒咯，但是耶稣这个所在看起来，哪像无打算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的神要赐幸福咱，有时咱必须要有三对等的作为，来得到伊的喜悦，咱的问题才来解决。这个时阵，耶稣的母亲做了一件事，看起来是互天地主宰感动欢喜伊安怎讲呢？伊就甲佣人讲伊阁甲恁讲啥，恁就做啥。这个所在，伊就是指着耶稣这句话为什么会当得到咱的神的欢喜？因为这都是今日咱该做的代志。咱今日该做的，都是爱听主耶稣的话，然后照主耶稣的话去做，安尼咱真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伊会使咱福气。但是咱若无来认捌主耶稣，要安怎知影伊的话呢？咱无来读圣经，要安怎知影爱遵守什么话呢？所以咱若来信耶稣，咱嘛爱读圣经，咱爱用心去将圣经的道理甲行出来。在这个所在，主耶稣伊讲了什么爱去遵行的代志这个所在讲耶稣就甲佣人讲，将迄个水缸水甲倒满虽然这佣人毋知影什么意思，但是因就甲倒满满到缸口。咱爱知影迄个所在是真庄卡的所在，而且伫咧2000多年前，迄个所在，迄个时阵啥物拢无发达，若要养水，嘛爱行到真远的所在。只有6口石缸，6口拢爱甲底互满，毋是底一口就好咯。而且6口拢爱会当底2-3桶水，讲起来要甲底互满无简单。这个底倒水的动作，甲酒变出来有啥物关系？看起来真正是无关系但是主耶稣竟然安尼讲咱就安尼去甲做。所以用人真正认真甲倒满，虽然因毋知影这有啥物好处，但是因就照安尼去做。真正最后这个水养出来，阁互专家就是这个管宴社甲啉咯伊发现这酒这么好，哪会即马才放出来所以有了这段话人拢是一开始就爱摆上上好的酒等人去啉足咯后壁来的才摆一寡普通的你颠倒将好酒留到今日。咱来知影这后壁的酒是主耶稣变的，头前用真的酒是人造的酒。这个酒呢，嘛代表幸福的好滋味咱真侪人拢咧用家己的方法追求幸福，咱拢咧用人的方法制造幸福。但是人所制造的幸福有时就亲像这酒，会用尽用久了都无滋味咯，酸久了都咸咯，笑久了都无想要笑咯。但是对主遐来的福气甲恩典，才是会当互咱久久长长所以这段经节拢会互信息想起家己细汉这个4岁时阵迄阵信息破了一个病迄个病叫做血癌就是咧身上会出现这个紫斑，紫斑就是因为伫咧皮肤下骹出血因为这个血小板较少所以血出现问题其实迄阵伫咧厝边头尾嘛有同款有一个12岁查某囡仔
伊嘛遇到同款的镜头，伊嘛出现紫斑，伊嘛面色拢白死煞。但是呢，伊无到3礼拜，伊就离世了。虽然有赶紧送病院，嘛赶紧准备要治疗，但是还未开始治疗，伊就离世。这对一个庄脚的所在来讲，哇，这大代志呢。所以厝边头尾就咧讲，恁知影无？有一12岁查某囡仔，迄几工才咧讲身躯一笪一笪乌青，过来发现讲是肺癌，死啊呢！哇，大家都足紧张的啊！想袂到我的爸母倒来厝里看见我，哎呀，我的囝哪会同款的镜头？但是人送病院要治疗3礼拜就离世了。咱无钱送病院，毋是搁较惨呢？感谢主，因为阮已经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爸母知影，咱来挖靠神，咱家的酒用真咯。这个囡仔若无来赶紧挖靠神，伊真正都离世了。所以毋知影神的意思到底是安怎。不过咱认真来为伊祈祷。所以对伊刚开始我的爸母逐工禁食祈祷。因讲大概禁食1礼拜，发现我渐渐好起来，迄紫斑开始变色，甚至呢最后佫带我去嘉义基督教病院去检查，去检查抽血，医生确定，这囡仔无病真感谢神我的病就得到医治了，迄个时阵，当我的爸母逐工为我流目屎禁食祈祷，就若像咧将即个6口石缸咧倒水同款。咱的祈祷每一句话，咱的主拢咧纪念。伊就若像即个石缸同款，将咱的祈祷一刻一刻甲缀起来，拢甲保留起来。咱的祈祷拢留咧伊的心中。伊拢会甲咱纪念，渐渐累积到一段时间，这个石缸内面的水，就当像咱的祈祷同款，已经滴满了。这个时阵，主耶稣就要甲咱讲，即马甲涌出来。当咱凭着信心甲涌出来，咱本来所祈祷的，就当像这个平淡无滋味的水，竟然借着神的大能，成做上好的酒就是更较美好的滋味。感谢主，信息今日已经50几岁了。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嘛，经过50几年。这50几年来，拢互信息，逐工拢想到主耶稣的爱，嘛，拢非常的感动，嘛，感觉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所赐的，咱应该爱好好来报答神的恩典。好今日就甲大家分享到这咯。过来刷落，咱要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的拣选，互我会当伫咧你的恩典当中存留我的生命。伫这50几年来，拢互我去想到你的恩典，因为伫咧50几年前，因为借着林捌你，借着我的爸母为我的祈祷，借着你的医治，我会当得到医治，会当好起来，会当做真侪事，甚至我人生会当好好做一个老师的工作，嘛伫咧无偌久之前会当顺利退休，即马来服侍你。想起50几年前，另外一位12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小姐姐，伊都无遐尼幸运，因为伊妹夫来认捌你，妹夫来得到你的医治。当伊的酒用尽的时阵，就真正用尽了。但是我的酒用尽的时阵，你将我爸母所吸入来的这个水，就若像祈祷一刻一刻滴满了你所指定的这个水缸，嘛借着这个祈祷这个水，
变做酒，变做美好的滋味，互我的生命会当延续，互我今日会当伫咧面前报答你。主啊，求你看顾听众朋友，互因会当甲我同款，嘛会当来明白你的话，借着来教会读圣经，知影你的吩咐，嘛会当借着所读的圣经，知影该做的事，嘛借着所得的圣灵，互咱会当行出主爱咱做的代志，互咱真正照着应许来得到恩典。求主看顾保守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互因会当甲阮同款，得到对你来的福气。愿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予咱伫咧天顶的爸。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就伫要完成咯。假使你若对今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想要分享，或者是有疑问，嘛会当伫咧咱的留言区，甲咱做伙来分享，或者来提问，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戚好友，嘛欢迎到咱徛街附近真耶稣教会来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后一遍伫咧空中再相会。